今日我哋就會行市區短線，依家出發。早晨，今日我哋嘅目標咧，首先美孚炮台開始出發，經華景山莊，最終以石籬完成今次旅程。大家可以用自己嘅方法搭港鐵，就嚟到美孚站 G1 出口就出閘，依家咧就會過對面馬路。穿過荔枝角公園，依家咧就繼續行，就繼續向中山台方向行。橫過荔枝角公園就嚟到迎輝台附近，咁依家咧就繼續直行，就繼續往上山嘅入口方向行。沿路行過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繼續行，就直上中山台。喺中山台嘅閘口度行出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呢度就係青山公路嘅路口。咁依家就過對面馬路。喺中山台閘口過對面馬路，就嚟到呢個位置。依家就轉咗，就沿白色欄杆嘅樓梯上山。沿路行上嚟，嚟到上村亭，而家就繼續行，就繼續往長坑村方向行。沿路行過嚟，嚟到呢個路口，依家就轉咗，就沿住綠色欄杆一直行。沿石屎車路行過嚟。依家咧就根據指示繼續直行上山，沿長坑路行上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繼續直行，就繼續行就往長坑路方向。沿綠色欄杆行過嚟，嚟到呢個路口，依家就沿右邊嘅村屋一直行。我哋經過長坑村，依家就繼續沿呢條石屎路一直行。我哋依家嚟到分岔路口，我哋轉咗出華景山莊。沿綠色欄杆行上嚟，依家就繼續往華景山莊方向行。由起點行咗1個鐘頭3個字上嚟，就嚟到華景山莊。依家就繼續沿石屎車路行。沿華景山莊一直行，就喺18、19、20、21個牌旁邊嗰條路，就一直行落去，就去返石籬。沿石屎路行過嚟，就嚟到水務署設施。
咁佢側邊嗰條路咧就係、叫葵涌金山郊野徑。咁依家咧就直行就落翻去石籬方向嘅。喺華徑山莊行上嚟，嚟到分岔路，依家就轉咗，就落翻去保利街，就可以搭車離開。沿葵涌金山郊野徑行落嚟，經過呢個綠色嘅涼亭，依家咧就繼續落去保利街。喺金山郊野公園行落嚟，就嚟到保利街。咁依家咧就過埋石籬就完成。喺對面行過嚟，依家就落樓梯就去石籬村。我哋嚟到石籬村完成今次旅程，今次行咗6.5公里，需時2小時30分鐘。依家搭車就標分到此為止。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就分享，係時間再見，拜拜。嚟到中山台之前嘅紅綠燈位，依家咧就沿我身後邊嘅樓梯上山。沿樓梯行上嚟，嚟到呢個位置，而家就繼續根據師帶嘅指示，就繼續上去。山徑行上嚟，嚟到個分岔，咁依家就轉咗，就繼續前往青山公路方向。